音魔法100日挑戰第15日。要我嘅目標係要好好咁講古仔。今日表演講故事，唔係講故事俾好多小朋友同媽媽聽。好感恩啊！好早起身，好健康，我有嘢食，有水飲，有好嘅環境，有好嘅親人，而且我有好嘅關係。我好感謝阿仔同我一齊拍片，好感謝我老公成日都幫我，好感謝婆婆照顧我，好感謝父母都健康，好感謝有朋友同我一齊成長，好感謝我老師同學生都好愛我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有愛。如果中意就嚟 share 留言啦。